朋友们，从天上大冰箱挖个肚包肉吃。我挖呀挖呀挖，哎，找到了，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和。草原上天气太冷了，今天吃个肚包肉，喝点汤暖暖身体。黑哥，来家里一起喝。今天媳妇儿不在家，男人的快乐你懂的。哎呀，我的冰块冻好了，今天吃点冰煮羊肉。哎，黑哥，来家里一起喝。今天媳妇儿不在家，男人的快乐你懂。苏哥，我马上到。朋友们，肚包肉冷水下锅，清水煮，再把蔬菜放进去，一会儿吃的更香。哎，苏哥，呀，黑哥，你这来的挺快，一说8加1。那说啥呢？一说8加1，我比兔子跑的还快呢。哈哈，那你坐着，黑哥。苏哥啥菜系？当然是肚包肉了，黑哥。呀，黑哥也在。大哥，我就怕我回他当然是不到家。啥事儿？你跟我还客气啥？我这不是秋天打完草卖了一部分，自己留了一部分吗？但是现在有点不够了，得买点草料。而且最关键的是我新家还要装修，本来不想麻烦你，还差点。钱的事好说，老弟。不过最近手里也紧，新房装修资金周转不快。要不你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借？打开抖音，点击我的钱包放心借，点击查看额度，最高可以借30万，还有不定时免息活动、返现活动，等你资金到账还上就行。这挺好，那我赶紧试一下。黑哥，肚包肉熟了，来，咱们尝一个，来点韭菜花。这火锅真好。这天气冷就适合吃肚包肉。好吃，蘸点韭菜花。哇，是那哥。哎，来点汤。苏哥，男人的快乐哪儿去了？快乐水呢？黑哥，我懂。非得让我说。咱俩干一个，来。来，黑哥，尝尝我这个口碑酒。好，来，老弟，你也喝一个。哎，门德别喝了，你待会儿送我啊。行，好，咱俩走。咱俩快了。朋友们，干一杯！今天你们快乐了吗？全是有度数的东西啊！苏哥，咱俩以后喝酒得对个暗号吧？也是，黑哥，对个啥呢？牛羊为主。那就这种的，你发微信你就问黑哥，你今天阴阳了吗？我一回阴了，这就是你嫂子在，知道了吧？那没阴，你就来我家就完事了。对，行，黑哥，这行。好，我把证据录下来了，我给俩嫂子发过去。别，兄弟，你这干啥呀？等你结完婚你也知道，你这男人这点事儿啊，兄弟，哎，没事。